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走势也是很精彩，早盘一直在下跌震荡，尾盘很坚决的拉了起来。7月29日 A 股午后稳步走高，创业板指数站上2400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涨 0.33%， 报3609点，深成指涨 0.64%， 报11289点，创业板指数涨 1.86%。最主要的是两市全天成交额 1.83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又多了。这个成交量量价配合啊，看上去都还是不错的。就唯一遗憾的是，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上涨的个股2240只，下跌的个股正好3000只啊，所以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啊，指数涨了，恐怕很多人又是在赔钱。今天这个医药股走的还不错，婴童概念股也是受到资金的关注。婴童概念股盘初一度暴涨，后来涨幅大幅收窄，主要是受昨天什么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发出通知，也就是给未来新生儿1年补贴3600块。补贴3年，一共是10800。从什么时候补起呢？应该是从2022年1月份。反正你2025年出生的孩子，那是满额都能享受1年3600。如果你是2022年2月份生的，那你能还享受1个月300块，就这么个事。就这个政策，不管怎么说，对这个算是个惠民政策，所以对这些育儿概念股受到资金的关注，但是随着涨幅这个过大，也遭到了资金的抛售，也就是资本市场对这个叫育儿补贴预期并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再看看这个海外机构是怎么看咱们胡适。瑞银全球金融市场部中国主管房东明表示，自去年9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积极变化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日益浓厚，包括 A 股和港股市场。他指出，港股相较于美元资产更具吸引力，投资者可以从中国公司的基本面改善和估值回升中获益。港元汇率与美元挂钩，也进一步推动了对港股的需求。房东明认为，凭借市场深度和估值优势， A 股表现有望追上港股。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资产整体被国际投资者低配的局面不会持续。他指出，总之海外投资者都要买咱们胡适的股票。新浪保险频道他报道说，险资举牌创5年新高，目前一共是21次，投资逻辑告别野蛮人。进入2025年以来，保险资金在二级市场大手笔举牌再次成为资本圈的焦点。统计显示，截至7月28日，险资已经完成21次举牌，数量不仅超过2024年全年，还刷新了近5年纪录。涉及的公司包括平安人寿、中邮保险、新华保险、瑞众人寿、中国人寿等。与2015年野蛮人士举牌不同，本轮举牌热并非简单的资金躁动，而是利率下行、监管鼓励与资产负债管理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也映射出险资日趋成熟的长期价值投资路线。这个文章它介绍什么原因导致险资举牌？举牌就是说险资买一只股票买多了，达到了这个举牌的这个叫要约收购这个限制。是什么原因导致？说主要是利率下行、监管鼓励，还有资产负债管理多重因素叠加。实际上不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原因，只是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它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现在监管部门允许保险资金以更多的额度来配置股票市场，也就是进来的水多了，但是它的标的非常少，也就是适合保险公司投的这些上市公司股票非常少，所以他们只能扎堆儿，买来买去就买银行，你那么多钱都只能进银行或者进某个别的这些行业或者是股票，那只能导致这个举牌。
反过来说明其他的标的，咱们湖市5000多只上市公司，5000多家，在保险机构看来，能投的就那么多家，剩下的都不敢投，根本就不敢买，或者至少是不符合他们保险公司险资的选股要求吧？为什么？因为湖市里面的坑是太多了，数不胜数，防不胜防。媒体报道，7家公司突遭立案调查，退市阴影笼罩，背后隐情曝光。近3日，A 股市场共有7家公司密集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一场监管风暴悄然来袭。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这7家公司涉及不同行业，却因相似的监管利剑被推至风口浪尖。他们究竟为何被查？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投资者不可忽视的风险？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所谓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大部分恐怕又是做假账、虚假陈述。就这几天里面有7家公司立案调查，而且一旦被立案调查，十有八九要退市。退市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7家公司上面。这个是组团造假。有哪些公司？第一个是新 ST 高鸿，第二个是什么？新 ST 木邦，第三个是瑞贝卡。这个瑞贝卡是河南的一家专门做假发的上市公司，曾经也遭到爆炒。一个做假发的上市公司，你不好好做假发，你去做假账，你说这叫什么话？就他们公司做不了真东西。第4个是三丰智能，第5个主要是太原重工，第6个是新 ST 万方，第7个是微创光电。这些违法违规的这上市公司有不少是曾经的明星，题材非常多，故事也很多。从这7家公司的情况来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成了主要导火索，这也反映出监管层对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的高度重视。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的生命线，投资者了解公司情况，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也会破坏市场秩序。你靠这个金融消费者去甄别这种中间的真假，那简直是做梦，只能是防不胜防。这种骗局是花样翻新。有一家叫达华智能的，他是昨天晚上公告说，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今天早上开盘，这个达华智能就跌停。这个达华智能干过什么事呢？听这名字就知道了吧？跟人工智能、跟算力、跟这个高科技都沾边，也是一生的故事啊。达华智能的壮举，连续7年亏损，8亿合同隐身被立案，证监会一纸立案通知书砸向达华智能，罪名就是信息披露违规。这家公司扣非净利润连续亏损7年，此前12份财报被查出有会计差错，也就是12份那个财报都有问题。子公司福米科技一笔8亿元的合同偷偷签了，却不公告，资金还绕道流向前董事长个人账户。公司曾靠虚增子公司处置收益造假6112万元的利润。你看看，这真叫一身的病。达华智能，听这名字就是挺高大上的。说到骗局，我们看看这个荔枝新闻，它报道了一个骗局，说的是一个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考上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就花了很多钱给孩子报什么培训机构，一听说能够拿钱去活动啊，让他孩子上这个研究生，所以他也给人家送了10几万，结果最终没有录取，他要跟人要这个10几万，要退回，结果发生有争议，对方说这个10几万不是找人送礼花钱，而是用来培训他的孩子，提高他的分数，也培训了，分数没提高，没考上，那是你孩子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南京，南京的李女士为了让孩子考上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花25600元给孩子报了大邱考研培训机构。之后，他又听说考试成绩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便向机构负责人张校长咨询是否要找关系，对方表示肯定要找，并称可以帮忙疏通。李女士先后转给他14万元疏通，最终孩子还是被淘汰。大家看视频。
林女士的女儿2023年6月从南京某大学美术专业毕业后，一心想考取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为了给孩子增加胜算，去年6月底，林女士选择了位于古平岗的大邱考研培训机构，先缴纳了25600元培训费，让孩子接受专业的美术考研辅导。过了2个多月，林女士听人说美术专业的考试成绩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于是就给机构负责人张校长打电话进行咨询。他说这个肯定要找人的，如果不找人的话，你的分数可能会打得比较低。然后就说我们这个画室已经有很多人在找了，然后你现在找都已经迟了，找人的费用如果说到时候小孩录取不了，我会退给你。回家考虑了几天，9月24号，李女士同意让张校长帮忙疏通关系，并分3次通过手机银行向她汇款7万元。去年年底，孩子参加了研究生初试，结果出来后，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都相当不错，这让李女士更加相信张先生确实有关系。大概是2月28号的左右，就是那个分数出来，然后他就问我专业分是多少。我说我专业分大概是140，然后他说他说这个我知道了，他说这个分肯定是我们帮忙的。对，3月4号的时候，他又把我喊到办公室了，然后他又跟我说这个你这个复试要不要再找人？我当时就说这个初试的我们当时不是已经交过钱了吗？他说这个初试是初试的钱，复试是复试的钱，你还要再交7万块钱。最后你面试和那个也非常，复试很重要。我们以前都有第1名被刷掉的，你这个不找人也很危险。随后，李女士又通过手机银行向张校长汇款7万元。然而，今年4月9号查询复试成绩时，她和孩子都傻了眼，孩子的专业成绩竟然不及格，面试分数也很低，直接被淘汰了。4月17号，心有不甘的李女士再一次找到了大邱考研的负责人张校长。你把那个找关系的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好，我过2天安排。然后呢，后来过2天，他帮我账上打了7万块钱，就没动静了。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他就说你女儿不是初试过了吗？你初试过了，这个钱我就是帮上忙了，所以说这7万块钱你必须要你这个必须得给我帮你办事的。李女士认为自己额外花钱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顺利入学，而不是只为了初试考个好成绩，因此她希望机构把额外收取的14万元费用全部退还给她。李女士说，当初选择大邱考研就是因为他们有保分承诺，承诺是这样的：初试和复试美术专业分平均在130分以上，少1分退1000块钱。那既然有了保分的承诺，还要另外收那14万的所谓找人费干什么呢？到底这些钱花在哪儿了？都找了哪些人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和李女士一起来到了大邱考研，见到了负责人张校长。面对李女士的质疑，张校长解释称，额外收取的14万元并非找关系提高分数的费用，而是用于请专业人士给李女士的孩子把关作品。你想把分数考高，那我用我的方法就把分数考高嘛。我们有自己的老师上课，他这个是额外我去给他们找老师找专家再去看的。找南艺的老师吗？那我的方法呀，有南艺老师也有这个国画院的。南艺老师是什么？就是帮孩子看一下他的这个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7万块钱。那看下去讲课内容呗，就是画的怎么样呗。就是老师看一下画就要收这个7万块钱。这东西的话，那你约人家来吃饭，我要约人家来看看画，我请人家吃顿饭不行吗？什么饭要7万块钱？什么不是？1年当中的费用啊，哪是1次2次的，是很多次。那我得有费用的。比方说7万里面的话，我觉得的话，我这么辛苦，我拿3万，4万块钱的话，我去找老师看看画，送点伴手礼吃饭。张校长声称14万元是分2次用于请专家指导，但当记者追问这些专家具体给孩子上了多少次课，做了哪些指导时，他却含糊其辞。更让人不解的是，这笔14万元的费用，机构竟然没有和家长签订任何书面协议。那没有给他签个协议嘛？你签个协议，大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就写好不就行了？你就利用掉这一点，
你就利用的话，当时我跟你说的，我没跟你签东西。那些老师给孩子做了指导了，还是说只是看看他的作品而已？看看作品啊。有没有给孩子来做指导的那些老师？有的来指导的。他这些所谓的专家或老师，校外给他上了几次？来过几次？这个我没从。那么，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真的存在找关系提高分数的可能吗？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拨通了南京艺术学院招生办的电话，值班人员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艺术学院就是考试都是公平公正的，不是说花钱就能，就这个没有这说法了，没有说找人就能进南艺的，这么说都是骗人的。花钱买找关系找人，这些都不靠谱。那咱们这个南艺和这个校外的培训机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合作呢？没有。随后，记者将大邱考研机构额外收取李女士14万元费用且未签订合同的问题反映给了艺术培训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科的夏先生表示，培训机构在开展培训活动时，必须依法依规在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培训费对应的服务内容、课时数量等都要明确体现在合同中，收费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没有合同肯定是不对的，约谈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要求提一下，就是你第一个就是要收费这块要明码标价，为收钱什么时候的，然后合同要签好，协议要签好，然后发票收据都要有。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他们会联合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培训机构的收费问题进行整改，同时督促机构妥善解决李女士的退费问题。市场监管局他有处罚权，他更好能约束他的这种合同行为，或者我们联合来去检查，或者是这个要求整改。我们一定跟那个市场监管局，我们再跟他沟通一下。把这个事情我们妥善处理好。林旭黎记者为您报道。有关这家机构的整改情况，我们会持续的关注的。另外不得不讲一句的是，李女士他们目前遭遇的情况跟自身的投机心理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借此事也想提醒各位，所谓内部关系多是骗局，千万要警惕自己的侥幸心理成了别人的摇钱树。这个骗局千万，说来说去都是利用受害者的贪婪，受害者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最近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垮台，又加上居然治家实际控制人汪林鹏解除留置才3天就坠楼身亡，这一系列事件，胡一进老师都进行了评论。我也看了一下，这胡一进老师的评论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口水，充分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宣传人员他的这个本分。他不是媒体人要挖掘这个真相，到底什么原因要刨根问底，他是个宣传人员，宣传人员主要是和稀泥。比如说对居然之家实际控制人汪林鹏坠楼身亡，胡一进老师最后说，汪林鹏突然身亡带走了很多秘密，特别是他在没有山穷水尽时为何选择放弃，他带走了最真实的解释，外界所有复盘所能支持的也仅仅是猜测。也就是大家你别猜了，你们猜的什么又是留置又是什么导致他吓死的，或者是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你们都是猜测，具体的死因只有王林鹏本人知道，对吧？这个胡鑫老师认为反正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说的那都是猜的，这时候还在搞宣传。说到这个少林寺原方丈释永信，胡鑫老师最后评价是，释永信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挖掘了少林文化传承中所蕴含的丰富能量，但由于他个人在红尘的种种诱惑中心境动摇，私欲膨胀，他制造的争议与他实现的开拓几乎一样多，而且在最终结论得出之前，他就自己先栽倒了。胡一进老师忘了他的曾经的战友这个反向指标加头老师力挺释永信，跟释永信还有合影，就这一条都够释永信受的。如果说钱，全国各地的寺庙里面，它收入有很多寺庙不比少林寺少。你比如说，网上流传一份报告，不知道是哪个券商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寺庙经济规模破1000亿，中国寺庙经济市场规模2023年已达800到900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1000亿元大关。近年来年均复合增速保持在10%以上，也就是试问一下，还有哪个行业还能保持10%的速度在增长的？
那各行各业都在下降，都在萎缩，只有寺庙经济是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头部寺庙年收入和利润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如九华山和峨眉山增长率和盈利能力都十分突出，与人均消费的提升以及文创、数字化等新业态的发展密切相关。政策层面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和数字化转型，为市场扩容提供有力支撑，与相关投资额逐年增长，新增项目数量也在显著提高。好，他列了6家这个寺庙的收入：灵隐寺、雍和宫、少林寺、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少林寺的年收入3个亿，净利润1个亿，增长率是10%，游客是每年800万。以少林寺为标准，这个收入排第1的是峨眉山，峨眉山的收入是8.2个亿，净利润2.6个亿，年这个游客量是900万。排第2的是九华山，年收入7.2个亿，利润是1.7个亿，增长率是35%。排第3的是灵隐寺，收入是6.7亿，净利润2个亿。排最后一名的是雍和宫，1.2个亿，净利润0.4亿，增长率是12%。这个年收入指寺庙年度总营业收入，含门票、香火、文创等。简单点理解吧，就是哪一个有名的寺庙，它不是一部印钞机，它就是一个会下金蛋的鸡。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